9月就要來舉辦名古屋奧運啊！在台灣歷史博物館，特別是參這文化部、運動部來合作，辦一場台灣甲奧運的特展，來展出過去台灣選手得獎的文物，要來傳達運動家的精神。今日展場就隨看到這座亞洲鐵人楊傳廣的銅像，要帶觀眾朋友回去迄時台灣運動場比賽真搶眼的年代。這回台灣歷史博物館參文化部、運動部合作，展出200件珍貴的文物，佮加展出對1958年東京亞運卡球金牌到現代選手比賽的運動衫，嘛記錄台灣在政治壓力當中，安怎透過亞運這個賽事來建立咱家己的身份認同。在每一屆比賽，攏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堅強，不只是運動啊，看到那個戰後台灣，還有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大家彼此的互動，然後也看到作為台灣人在這麼漫長的時間，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灣出去比賽，一定會好好來，不管是在中繼站還是在選手的後勤的部分，我們一定會好好來照顧他。所以前一陣子我們已經再去一次名古屋考察相關的比賽賽場以及中繼站的準備，那也有帶回來一些資料。體展員講，亞運參追求體能極限的奧運無共款，伊較強調亞洲多元的文化參團結。展覽分析亞運第9個項目參文化特色，讓大家重新思考運動的本質。現場嘛有3鐵紅球、5金混的訓練手課參具的啊，展現出不管輸贏，攏會當讓家己發揮出上介好的實力。這款精神連接社會大眾的情感，讓大家了解運動員的付出。運動會變成一個大家會當互相來理解團結，吼，因為敢若看的是衝突嘛，吼啊，但是我希望講這邊展覽會當互真儕觀眾朋友了解講，這個運動員的付出，吼，其實不管伊到尾是輸還贏，吼，其實為這種一個目標來打拼的精神是值得。按來理解。透過數位典藏和口述歷史，運動場頂面每一秒的公園都變作專門的運動文化資產。對5月開始，博物館嘛邀請選手來分享，這個特展是一個起頭，讓運動對比賽場行入去大家日常生活，起做台灣人的運動歷史。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